進入療癒大師課嘅旅程，今日第一日終於開始啦！期待咗呢個課程已經有1年啦。由一開始我哋仲係未知道方向，亦都一開始好多人報名，到突然之間冇晒人報名，即係全部取消晒，又重新又有一批人嚟再報名。呢個階段係一個好刺激嘅階段。到開始咗之後，又唔係淨係佢哋做功課我自己都有好多嘅課題走出嚟。今次呢一個埃及旅程會係一個蛻變嘅一次嘅旅程，我期待住呢一個有更多驚喜俾我自己，包括今次我最想去療癒自己嘅部分係我嘅心臟啦，同埋脊椎啦。上次都療癒過一次脊椎，我相信今次都會有一個新嘅體驗，同埋想去更加多嘅廟度收一啲信息啦，去睇下愛西斯女神又會再俾一啲乜嘢嘅信息俾我咯，同埋有啲乜嘢新嘅療癒嘅能量方法去話俾我知咯，期待。嚟到呢一日啦，我哋出發啦，埃及啊，有咩感想啊？咁第一刻咧就係梗係感動嘅，因為都真係準備咗1年時間啦。我哋上年6月到依刻啦，即係1年之後，而家我哋真係終於第一班療癒師就去呢一個埃及啦。咁我都相信咧，呢段時間經歷咗呢一個10日嘅過程咧，佢哋應該會成長好多，同埋做功課亦都會做好多。咁同埋我相信佢哋會有能力啦，去療癒更多唔同嘅人咯。冇咩想收穫，淨係需要盡我嘅本分去做我應該要做嘅嘢啫。Thank you。